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前一阵仔讲，台湾唯一的名称就是中国台湾省。即阵就几啊位去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，包括侯佩吟、赵又廷、陈建熙等等，拢转发用时制作的图卡，支持这款统战的言论。咱就委会表示，严厉谴责部分艺人，正做要消灭家己国家的旗帜。伫美浦写台湾唯一称呼就是中国台湾省，台湾艺人侯佩吟开第一枪，转发台湾必归图卡，引起真大议论。包括近年来甲演艺事业放伫中国的张韶涵、欧阳娜娜、陈乔恩、陈妍希，也有赵又廷等人，拢做阵转发大文。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前就讲，台湾伫联合国唯一的称呼就是中国台湾省。中国官媒用时随制作图卡，有真侪台湾艺人转发。陆委会表达上界严厉谴责，讲部分艺人变作中共对台统战，消灭家己国家的旗帜，也会检视这行为是不是违反两岸人民条例。怎么样的言行才不会触犯两岸关系条例的一些内容？我相信，不用用这个网络出征来代替这个陆委会的一些执法。个人认为非常严重，这种为了自己赚钱、牺牲国家的做法，根本就是卖国贼。立委认为，陆委会应该定明确的准则，规范倒一寡言行可能触犯，让艺人会当依循。不管说这个艺人知不知道了哈，但是我相信主动希望说发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呢，应该是他们的那些中国人的经纪人。因为在中国，你要当经纪人，你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共产党的一个控制。学者分析，中共锁定部分台湾艺人，为了拍开中国市场，所以透过予艺人表态主权的立场，操作认知战，结合对外宣传，损害咱国主权，嘛打击个人的民心士气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